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8章9到14节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8章9到14节。和本圣经在109页，其他版本请看荧幕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、藐视别人的，设一个比喻，说：有2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，自言自语地祷告说：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向别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。我1个礼拜禁食2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/10。那税吏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捶着胸说：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，比那人倒算为义了。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以上，我们请本堂郑牧师来讲到，题目是耶稣以自义的人。题目是耶稣以自义的人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经过了1个礼拜。在上个礼拜是6月的底，也就是学校已经都结束了，开始他们的暑假。我们上个礼拜中间也有从美加回来到台湾，要来帮助这边的青少年的 Advent 台湾的100多个人在这边受训，他们也分派到各个应该去的地方。我们为了这些所有的经过都非常的平安，献上满心的感恩。我们更为了在主日，我们可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你，也献上我们的感恩。今天我们要与主同舟，我们要再次来思想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如此的大，我们不配得你来拯救，但是你自愿降为人，道成肉身，为了世人来受尽的苦，钉在十字架上流宝血。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。那我们透过再次的与主同舟，我们能够再感念主你的恩典，主你的爱。我们盼望神祈求我们，神赏赐我们都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，要来领受你的话语，也开我们的心眼，赏赐我们的属灵的智慧，让我们能够明白。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很高兴又要与主同舟，这是我们今年的到7月已经进行第4次的，我们为此献上满心的感恩。今天我们有1位的坚信礼，还有3位的小儿洗礼。同时今天也有我们前3天在我们教会的Advent台湾他们几位有140几个人在这边受训，然后现在从昨天都已经分派到新竹跟彰化去，我们中间也有留下4、5位在我们中间，等一下我们再来介绍他们。感谢在不同的地方，我们都可以在一起来敬拜神。那在今年我们有好几个主题中间呢，第一个主题我们讲清心系列里面有提到无亏的良心，那时候我们有讲到今天这个经节，也就是一个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跟一个税吏，他们在主耶稣所做的比喻，在这比喻中间，我们从上次的经节，我们从的角度是来看怎样要有敏锐的良心。看到那个法利赛人跟这个税吏，他们的良心到底是敏锐还是迟钝呢？今天我们要用同样的经节呢，再从不同的角度来看。我们要讲说，耶稣他虽然是道成肉身，在约2000年前，但是他难道跟我们现在没有关系吗？他只是存在在新约时代的人吗？他只知道帮助以色列人吗？还是他对我们现代这样的科技这么复杂的情境，他能够了解吗？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吗？我们圣经中间到底是如何来教导这些事情？这本圣经已经存在2000甚至超过2000年前，旧约更长久，为何能够存在这么久而没有废掉呢？
那当然是因为它是真理的关系。所以圣经它并不受时间的限制，不受地点的限制，所以圣经对我们现代人还是一样有它的功效存在。因为上帝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，所以我们就根据这样呢，我们讲了几个议题。我们讲到耶稣跟现代的罪人的关系是怎样，耶稣跟病人是怎样，耶稣跟劳苦大众是怎样，跟孤单的人、跟绝望的人、跟祈求的人。这是我们前面讲了7次，总共讲了6次，今天我们进到第7次，也是讲说自义的人。我们还是稍微的跟大家复习一下罪人的时候呢，我们讲到说，我们有可能，我们都是世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没有一个是义人的。但罪人有好几种，你是正在犯罪中呢，还是你已经犯完罪，你知道你罪非常的重，你知罪而想要认罪？如何认罪呢？或者是你知道你是罪人，但是你根本就没有这一条路可以走，或者是在你最后的1秒钟的时候，是不是能够得救呢？我们从几个人的例子里面去讲到，有可能是在行淫中间的妇人，主耶稣要告诉他说：“我不定你的罪，但是不要再犯了。”在我们仍然在罪恶中间的人，主耶稣也要这样告诉我们：他不定我们的罪，但是我们不要犯了。而对那个犯罪极重的妇人呢，他到主的面前的背后里面流泪，用他的泪洗了耶稣的脚的时候，耶稣跟他讲：“你的信救了你，你可以平安的去了。”因为他到主的面前认真的认他的罪了，主看见了，就告诉他你可以平安的去，因为你的信救了你。或者是我们要像那个利未税吏的利未，主耶稣呼召他来跟从我，他马上放下一切去跟从主耶稣，后来成为耶稣的12门徒中间之一。我们要是有机会听到福音，中间我们还没信主的人，有这么好的机会听到福音的时候，主也要呼召你来跟从我，来相信我，来信靠我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放下一切来信靠他吗？然后或者是跟主耶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，告诉耶稣说，在以后的能够纪念他，主耶稣告诉他：“你今日就跟我在乐园里了。”任何时候，主耶稣都可以成我们的帮助，不管你是哪种情形的罪。有关病人的话，我们讲到一个是麻风病人，麻风病大家都远离非常的远，但是主耶稣不只是靠近他，还手摸了他，然后让他得到医治。他为何能够这么做呢？因为他为了我们而死，他受了刑罚，我们得到了平安；他受了鞭打，我们得到了医治。所以他能够这么做，主耶稣就是这样子关怀着我们所有人，何况是我们其他的这些小病，或者是我们这样，因为麻风病是唯一身心灵都受到创伤的人。劳苦大众，耶稣看到我们这些劳苦大众流离失所，就像是羊没有牧人一样，受到惊慌，怎么办呢？耶稣就开始教导我们，医治我们，然后赶鬼，带领我们传扬福音给我们，为我们钉十字架。但耶稣已经不在我们身旁，他要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都能够接续做这些工作。台湾有90% 的人是劳苦大众，甚至我们基督徒有可能信了耶稣之后，还是一样非常的劳苦，没有办法有这种交托的功课做得很好，还是背着很大的重担。主耶稣也同样的要告诉我们，或是透过我们已经得到灵命成长的人，也可以帮助他们。主耶稣怎样帮助孤单的人呢？葛拉森的那一位被鬼附的人，因为他被一群的鬼所附掉了，所以他成为跟世人隔离的。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受到什么东西在我们被那些东西捆绑住了？我们是被我们一些物质的享受、一些情谊、一些物欲、一些金钱的追逐、一些名利的追逐而捆绑住了呢？主耶稣也要这样子来将我们心中这些鬼帮我们赶走，不再是孤单。你在世上生活着，就是要跟大家团体的整个在一起。你注重不是人跟神的关系，你还注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。所以那一位被格拉森的被鬼附的人，被医治好，就很安静的坐在主的面前，听主的讲道，又送回这套家人，开始跟家人过一个正常的生活。绝望的人，谁的能够比寡妇死的儿子更绝望呢？主耶稣看到之后，
这个寡妇也没有祈求主耶稣帮助她，她主动的去帮助她，她看见了就怜悯，就安慰了这个寡妇，同时将这个队伍把它挡住止住了，就让这一位死掉的这个孩子能够再活起来，就将他交给了他的妈妈。一个悲剧变成了喜剧。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绝望的呢？我们是对我们现在的社会的这种现象，或是对我们自己的表现，或是你还有很多的困境在，你已经是不是感到绝望的呢？主耶稣也要告诉我们，无论你在怎样的绝望中，他都可以成我们的帮助，他都是能够成为我们的盼望。上一次我们讲到祈求的人，我们要如何为祈求呢？主耶稣不是告诉我们，寻找就要寻见，祈求都要得到，叩门就要为我们开门呢？那为什么我们常常祈求没有办法得到呢？雅各书告诉我们，我们得不到是因为我们没有祈求，我们求又得不到是因为我们妄求了。为什么妄求呢？为了自己的厌乐。原来主耶稣也告诉我们，他讲了一个要分家产的去找主耶稣的时候，主耶稣不答应他，没有替他们做事情，因为他告诉我们，你要怎样免掉一切的贪心。到底什么叫贪心呢？上次我们也提到这些。原来主耶稣后来又讲了一个无知的财主的故事，告诉我们，所以告诉我们，原来你只顾自己就是贪心的一种。其实贪心有很多种，当你有贪念在的时候，当你的动机不正确的时候，我们的祈求就不会蒙神的喜悦。神要我们祈求什么才能够合他的心意呢？原来是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什么叫他的国呢？国就是耶稣的国，没有疆域在，只要任何人能够顺服在神的旨意之间，就是在他的国内的，就是要我们成为一个顺服的人。他的义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伦理的法则，就是圣经中间所告诉我们一切对的事情。我们愿意求这些事情吗？假定愿意的话，神知道我们的欠缺，他将其他的就赏赐给我们。我们也举了很多个例子，例如说我想要发财，我怎么样子祷告呢？难道只求神给我发财吗？让我的公司所有的产品都是卖得非常好吗？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你要想想，在你公司的这整个运作中间，如何能够容神益人呢？你做生意的方式是不是一个很诚实的方式？你对你的员工是不是很尽责的，很照顾到他们的福利？你对社会的公益的责任，你有去尽到吗？有很多这方面的事情，你能不能透过你的生意的做法的时候，让人家去感受到一个基督徒的公司是不一样的？这才是你要去追求。你的祈求是祈求神让你在这方面能够做的，让神合心神的心意，神自然就让你其他的事情就能够成功。我们在小组中间，我们也勉励所有的小组长跟区长里面，问我们的组员们：你们现在在为什么事情祷告呢？那这件事情要祷告的话，我们要怎么这样子祷告，才能够合神的？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？祷告不是很单纯，就是祈求，何况很多的祈求都是属于神的部分。所以透过我们所看的经节里面告诉我说，你不要忧虑，不要忧虑明天要穿什么，明天要吃什么，这些事情神都知道。你应该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。所以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忧虑神应该做的部分是什么，我们要担心的是我们该做的部分是什么。这是上次我们讲到有关祈求的部分。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说有关致意，我们接续下面还有3个可以要讲的。这有关致意的部分到底是什么？什么叫致意呢？致意跟自信有没有不一样呢？我们要问说，你对自己的表现是满意吗？但是你若是从神的眼光来看的话，又是如何呢？罗马书第12章第3节告诉我们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也就是另外一个经节是另外一个翻译讲说，不要自视太高，你不要看自己超过你自己想看的。对自己的表现满意，其实有时候是一种鼓励自己，是一种自信的表现。但是我们有没有超过呢？你可不可以从神的眼光来看呢？又是如何呢？到底自信跟自义有什么差别？要如何去区分呢？你觉得你自己是比较谦卑，还是比较有自信，或是缺乏信心、自大，或是骄傲呢？圣经中间对骄傲、对谦卑有很多的教导。
我们随便，我们只是这边举2个，一个是箴言第3章的第34节，他说：“他讥笑那好讥笑的人，施恩给谦卑的人。”在箴言18章的第12节又讲说：“败坏之先，人心骄傲；尊荣以前，必有谦卑。”这将2个对比非常的清楚，骄傲跟谦卑。神所尊荣的是谦卑，而你有骄傲的话，你就会这样，就会败坏。以败坏之先，人先骄傲了。为何是这样呢？因为我们常常看我们自己超过我们应该有的，超过我们所行的，那当然我们就会开始会有败坏的事情产生。至于谦卑或是骄傲，我们如何等一下来看说他到底会有怎样子的表现？你恐怕问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都说没有啊，我没有自义呀。但等一下我们就知道，自义的人他会有怎样子的表现呢？耶稣在他传道的这个过程中呢，他常常跟法利赛人有冲突。但是法利赛人是一个敬虔派的人，他们是非常遵守上帝话语的人，我们称他为律法主义者。为何他会成为一个耶稣常常在指责的呢？他不是要我们要遵守上帝的话语吗？他们这样认真的遵守，为什么会被耶稣来指责呢？因为耶稣认为他们是自以为义的，他们是假冒为善的。如何能够看出来呢？这马太福音里面讲的23章的第13节到36节讲的一大篇，里面非常严厉的指责的法利赛人，同时讲到他们这几个现象，说他们只会指责别人，叫别人去行，但自己却不是行，那就好像是一个瞎子在带路一样，因为你自己根本不知道前面道路是什么，你怎么可以叫别人去行，而自己却不去行呢？或者单守律法，只讲求律法的条例，不管这条例背后它原来是一个公义，原来是一个怜悯的。他们外表非常的冠冕堂皇，但是里面却充满了罪恶跟放荡。他们就像是掩饰的这个坟墓里面，外面都非常的漂亮，但是里面却是装死人的骨头。这话是非常严厉的话语。要是任何一句话像我们这样讲，我们大概会受不了。何况是耶稣向法利赛人的指责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很显然，这边告诉我们，你要是像法利赛人自以为义的话，你有受到后面这些灾难灾祸会存在我们中间。今天讲的圣经节里面呢，也是一样。前面开始讲的是说，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、藐视别的人设了一个比喻。今天所看的经节，原来是耶稣特别向那些自以为义的人所讲的。你用这样子的基本的这做基础来看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看得更清楚。所以耶稣设这个比喻呢，是来说明自以为义的人他的不义，还有他为他们指出一条救恩的道路来。我们要来看自以为义人会有怎样子的表现呢？第一个，他会藐视别人，不只是刚才的经节里面，前面好几个经节呢，在路加福音第5章27节到30节的时候，耶稣在呼召利未这个税吏呢去跟从他的时候，税吏放下所有的一切，然后就要跟从耶稣，但是先回家，然后准备，然后也请了耶稣。耶稣去跟他一起同桌的时候，法利赛人就批评耶稣说：怎么可以跟这些税吏、跟罪人一起吃饭呢？不只是这样，在第19章第1节到第7节，撒该的事情，撒该的事情，那个税吏长撒该的事情。他也是这样，主耶稣说，今天救恩要临到你的时候，他就要逼他到他家去吃饭的时候，他也就去了。然后那些法利赛人又批评了他，怎么可以去罪人家里面去住宿呢？因为撒该是税吏是他们公认的一些罪人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第一个自以为义的人呢，他因为以为自己，他讲别人显然是自己没有嘛。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义人，所以就此来藐视了别人，他看不起了别人。没有想到主耶稣这么做，他背后的意思是这样，他为了要拯救他们，为了要跟这些人在一起，是不是要跟他们同流合污，乃是要有一个机会能够去拯救他们。他们常常所看到只是一些表面的事情，他们常常看不起别人，来表示自己是比别人好。
这是第一个他们的表现。自以为义的人常常会藐视别人。我们若是有常常藐视别人，其实我们就已经是陷入在自以为义里面了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呢，他们常常好像是在自言自语，他不是在向神祷告，他是在标榜他自己到底是如何。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的时候，耶稣讲说，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常常喜欢站在会堂或者十字路口祷告，故意叫人听见，然后所标榜都是自己怎样的好，自己怎样的好，然后别人怎样子的不好，而且常常用重复的话一直在说。耶稣说他们这样已经得到他们的赏赐了。接下去的时候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样，你们应当在密室，进到密室，门关上，向在暗中的父来祷告。主耶稣告诉我们是这样子，但是我们看到一些自以为义的人，他会祷告是不是用来跟神祷告呢？是来数算自己的优点到底是什么。第三个，自以为义的人呢，他会夸耀自己自以为义的这行为。刚才我们所看的经节里面，那一个法利赛人，他说他以为一个礼拜禁食2次，他所得的都献上1/10，那就已经可以得到神的祝福了。他夸耀自己以后，自己这么好，因为我们的规定就是这样，我都做到了。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到底是怎样呢？在弥迦书第6章第7节到第8节，他们说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牛，或是万万的油河吗？后面就讲说，告诉我们说，他告诉我们何为善。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这些让我们很多人都会背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怎样是好的？神向我们的要求是什么？只不过是这几件事情而已：行公义，好怜悯。在公义中间，你有怜悯的心为出发点。当你只是怜悯的时候呢，你要有标准，要有公义为标准啊！不要做烂好人，也不要做审判官。但是怕你在做的时候，常常会骄傲。你看我行得这么好，所以要你谦卑，与主同行。就这么简单的3件事情而已。神很简单告诉我们何为善，向世人要求就是这样。但是这是他的心意。让我们看到法利赛人或自以为义人，他并不这样行，他是夸耀了自己是做得如何，而不是谦卑的与神同行，也不是出于怜悯或者出于公义而做这些事情。第4个，自以为义的人，他常常会擅长于藐视跟控告别人，也就是他还会再加上控告别人。他不止贬别人，不止高举自己，他还要贬别人，还要控告别人。刚才那位法利赛人，他是祷告这样：我不向别人勒索，不义奸淫，也不向这个税吏。他不是讲自己没有这样，也不向这个税吏，他还会去控告了别人。我们常常要谨慎这些事情，要如何的谨慎呢？我们这几件事情都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。我们是不是常常会要去藐视别人呢？用看不起别人表示自己比较好，或者是我们通常一直在高举着自己，然后夸耀自己，然后控告别人。牧师常常会有跟我们会有中间有问题，他们来找牧师谈的时候，我常常碰到一个情形是这样：当2个人在谈的时候呢，他通常不会讲说是自己是。他通常都会指责别人比较好，比较不好，所以才能够高举自己。所以很显然就已经陷入像这种情形。比较典型的一种是这样，他讲说牧师他都不祷告，他都不读经，他都不灵修。我呢，我都有。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种话的时候，你们的感觉到底是这样？是非常符合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自以为义的人。不只是讲自己是怎么样，而且还控告了别人是怎么样。其实这种事情，他要是不自以为义，能够思考这个问题。等一下我们讲到真正的义人是怎么样的时候，他们不用来找牧师，自己都能够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的。因为圣经中间已经非常的明显的告诉我们。所以我们来看下一个是说，那你要真正的义人应该是如何呢？
真正的义人呢，第一个呢，他应该是一个敬畏、惧怕神的人。我们看那个税吏，他是远远的站着，连举头望天，他都不敢，他觉得他不配。神是如此的圣洁，如此的公义，我怎么能够在他的面前站立得住呢？所以他远远的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他都不敢。第二个，他应该是一个忧伤痛悔的人，因为那个税吏呢，他只是捶着胸说：“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”神是喜悦忧伤痛悔的人，在约翰一书的第1章第9节里面这样说：“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公义是信实的，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”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变好了，是我们先回到他的面前，认我们的罪，而且是带着忧伤痛悔的心，不是嘴巴讲而已，是真的从心里面，我是要诚实的来认罪的时候。因为你没有办法骗神的，你可以骗人，但是你骗不了神的。他告诉我们，神是信实的，神是公义的，他要赦免我们的罪，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神悦纳忧伤痛悔的人。大卫是成为合神心意的人，但是他也犯了很大的罪，他借刀杀人，犯了奸淫，借刀杀人。我们中间没有人会做这样的事情，但是圣经里面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。只有一个人，这样一个这么崇高的位置是给大卫，合神心意的人。为何是这样呢？因为他忧伤痛悔，在神的面前认罪了。神就照着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告诉我们，他赦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洗净意思是怎样？已经是干净了，你已经再看不到它是一个黑，是污染的，所以你的记录已经不见了。主就是这样恩待我们，所以大卫以前所犯的罪呢，他就被洗净了。他在犯罪的时候，他就写诗篇51篇第51篇所讲的，他那时候忏悔认罪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，我就献上燔祭，你也不喜悦。你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必不轻看。”大卫不只是讲在诗篇里面这样讲，他其实就是这么做，所以神给他的评语是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。今天我们看的这记载里面，告诉我们一个税吏，告诉我们一个法利赛人。耶稣举的这个例子，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不义，什么叫自以为义。这样子的人，你可以被称为义；不是这样子的人，你就已经义了。我们没有人可以称自己是义的，只有被称为义是可能的。神要称我们为义人，那耶稣他的评定跟他的期待是什么？耶稣他评定这位忧伤痛悔、真实认罪的税吏呢，是一个真正的义人。这几个字眼都非常的重要：忧伤痛悔、真实认罪，不是只有知罪而已，你要认罪，而且认罪是真实的认罪，带着一个忧伤痛悔的心到神的面前来，神就会评定认定你是一个义人。所以耶稣因为他做了这样的结论，他说这样：因为凡至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高这边的高就是讲骄傲，卑呢就是讲就是一个谦卑的意思。你要是很至高的人呢，其实你就是变成卑下，应该是卑下的意思。然后你自己很谦卑的时候呢，他就被你们把你再升高起来。或者我们换个意思来讲，也可以讲说，你自以为义的人呢，必显出他的不义，忧伤痛悔，承认自己是罪人的，环岛显出他的义然。其实这一句话也是不是很难的。你想，假定有一个人一直在自夸自己，下面的人是讲很棒很棒，是这样吗？没有，我们开始想说他的不好的地方是哪里？是这样的吗？他一说骗笑，
他一定有很多，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不好的地方。他越讲自己怎样，下面一定是开始批评的话也越来越多。他怎样，开始把他的不好的全部数算出来。你要是能够显出你的义的话，其实是这样，显出你的不义出来。但是你一直开始讲到自己的不好，是别人好像不啦、没败啦、怎样啊、不错啦、怎样，反而是显出你的义出来。简单的解释是像这样，但是更深的解释是说，神在背后要看见你忧伤痛悔的心，他就要帮助你。他告诉我们的是说，凡自高的必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那主耶稣的评定是这样，他要我们怎样呢？主耶稣要我们，第一个，我们要防备法利赛人自以为义的这个笑，因为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6节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谨慎，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。”笑是什么？笑是酵母，在你要像这有做这个面粉要做成面包或是这样的时候，它必须要有发酵。你那个发酵很奇怪，我就觉得这个太厉害了，这么一点点的小东西，竟然能够让那个面粉整个发，而且变得很大。我们要是被那些坏人就像笑在我们中间的时候，也是一样。你看起来好像不起眼的人啊，这个他对我们影响不大吧？没有想到他就像一个笑，你完全不起眼的东西，过了1小时、2小时、3小时，它就完全不一样了，整个就整个面包都整个大起来了。是不是我们要有这种自以为义的人在我们中间，然后我们受到的感染，我们就开始跟他的一样了，要防止这样子的笑在我们的中间。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20节的后段里面，也叫我们要长存怎样忧伤痛悔的心，要使我们的义要超过法利赛人的义。这边讲说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或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他所谓这个义呢，不是要我们只是行动表面上所看到的义，义就是好的意思啊，射中靶心叫做义，不是要我们只有这样子而已。我们要如何能够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呢？我想我们很难呢，因为假定用表面来看的话，它是非常的严谨的，不能怎样，不能怎样，非常的严谨，照着这个在走的。他要我们胜过，能够胜过呢？原来你是行出他背后的意义出来。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而乃是要讲成全律法。如何成全呢？就是让它背后的意义能够呈现出来。十诫哪一个最重要？不是哪一条，是它背后的意义。你要爱神爱人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行我们的义要超过法利赛人的义。这义呢，乃是因为你将真正的义能够行出来。所以我们结论来说呢，我们其实要成为，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自义的人，那我们要成为神眼中看为义的人。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去反省，常常去思考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常常质问说，我们是基督徒，难道我们比异教徒更好吗？我们是老基督徒，我们比初信者更好吗？我们是热心的追求的基督徒，比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更好吗？我们熟悉圣经，比只做礼拜的更好吗？我们是刚强得胜的，比容易软弱跌倒的更好吗？我想这几个问题让我们好好的去思考。我们要是成为前面那一部分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什么？我们献上感恩，这是神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这样子。但我们是这样子的人，我们要怎样？我们是去贬别人，去控告别人吗？是藐视别人吗？还是成为他们的帮助？我想这是一个很深的，让我们自己能够去思考。你要是问大家，你是一个自义的人吗？每一个人都说我不是自义的人。但是我们经过刚才的解释的时候，你渐渐可以去发现到，自义的人他有怎样子的表现。而神要我们的旨意乃是怎样子的旨意呢？我相信我们就可以渐渐的明白。所以我们要求主呢，能够将我们自己的义的这个恶心呢，把它除掉。或是你如果觉得我还是觉得我不错，但是我不需要神，这边也要问你说，你认为你是一个凭良心
而不做亏心事的人吗？我们很多人都会这样子的以为，甚至他会认为说，我为人是正派的，我没有办法承认我自己是罪人。没有信仰的人有很多这样子的想法，我凭良心做事情就好，我只要做事情做得好，就做得正派就好，我为何还需要神呢？我根本不是一个罪人啊！你怎么可以把我看成是罪人呢？这边要告诉我们，要是有这样的话，其实也是自以为义的一种。所以我们需要把自以为义的态度要放下来，因为在绝对圣洁的神面前，没有人是义人的。所以我们需要谦卑的承认自己是义人，是一个不完全的人。有什么办法呢？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了，他愿意赦免我们，他愿意称我们为义人。我们愿意打开心门来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吗？这话不是只有针对未信者来讲的，也针对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来讲。我们很多的基督徒，我们已经是长久是基督徒的，你真的可以到神的面前称你是基督徒，你是跟随耶稣的人吗？所谓基督徒，就是跟随基督的人。跟随基督的人应该有怎样子的表现呢？我相信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。我们至少上帝的话语，我们有没有去读呢？我们有没有常常读上帝的话？你既然是他的门徒，你既然是要跟随他，你有没有常常看他的话语呢？要是他在你旁边，你常常可以跟在他旁边听他讲话啊，你才能够成为他的门徒啊。但主耶稣不在我们身旁，他留下这些话语给我们，我们有常常去看吗？要是没有，我们怎么能够称为是他的门徒呢？我们要是要成为他的门徒之后，你就知道我们不是一个完全的人，我们有太多需要神的帮助在我们面前。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他要称我们为义人。假定我们照着他的话去做，又得到他的赦免的话，我们盼望每个人都用一个开阔的心，敞开我们的心门，能够真正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，我们就有应该要有的这些表现。在这礼拜中间，我们有小组里面有好几个题目我们要讨论，就是我们在基督徒里面最容易有自以为义的表现是什么？我们要如何能够自觉并且避免呢？我们要讨论我们如何来面对自以为义的人呢？我们知道自己刚刚看的，发现到自己有很多地方确实我们会犯的，所以我们要去避免掉它。但是当别人是这样说，我怎么办呢？也是指责他是这样子吗？还是为他祷告，还是怎样呢？盼望我们在小组里面能够去讨论。那我们更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注目在耶稣的身上，因为在腓立比书2章第6节到第8节，耶稣是怎样？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你有看到主耶稣的形象吗？你有看到我们应该要学习的样式吗？盼望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不要成为那自义的人，我们愿意虚心的来学习，让神称我们为义人，而不是自己称自己是义人。愿神帮助在每一个人身上，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差遣主耶稣为我们世上这些罪人来钉的十字架。你更盼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谦卑，像主一样。他谦卑了自己，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，他反倒虚己。他为我们来钉在十字架上。他到地面上来，不是要称王，而乃是为世人而钉死十字架上。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的谦卑，我们不要成为那自义的人。我们盼望神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常常能够怀着忧伤痛悔的心到神的面前来。神祝福在我们每一个愿意来寻求主的心意，愿意忧伤痛悔到你面前的来。愿神祝福在这些身上。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与祈求，这时候我们同心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白来告白我们的信仰。我们信上帝
创造统治人与万物的独一真神。他是历史与世界的主，施行审判和拯救。他的儿子从圣灵投胎，由童贞女玛利亚降生为人，成为我们的弟兄，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借着他的受苦、钉十字架、死、复活，彰显了上帝的仁义公义，使我们与上帝复和。他的灵就是圣灵，住在我们中间，是能力，使我们在万民中做见证，直到主再来。我们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，记载他的教训，正为我们信仰生活的准则。我们信教会是上帝子民的团契，蒙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做和解的使者，是普世的，是根植于本地，认同所有的住民，通过爱与受苦而成为盼望的记号。我们信人借着上帝的恩典而悔改，罪得赦免，以虔诚仁爱与献身的生活归荣耀于上帝。我们信上帝赐给人有尊严、才能以及乡土，使人有份于他的创造，负责任与他一起管理世界。因此，人有社会、政治与经济的制度，也有文艺、科学，且有追求真神的心。但是人有罪，误用这些恩赐，破坏人、万物与上帝的关系。所以人当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他要使人从罪恶中得释放，使受压迫的人得自由平等，在基督里成为新创造的人，使世界成为他的国度，充满公义、平安与喜乐。